伫国综合病院安宁团队的筹划，对婚礼现场的布置，到新娘的西装、伪装，拢是由护理人员来一手打扮。当新娘坐着轮椅，被塞上红地毯，甲新郎同行时，现场充满感动的掌声。需要有着证婚人来主持证婚，让大家一起参加志远先生跟蓉蓉小姐的结婚典礼。那我也很荣幸能担任证婚人，然后看一对有情人一路走来，互相扶持。那今天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跟欣慰。那请问郭志远先生，你愿意娶陈蓉蓉小姐当做你的合法妻子吗？我愿意。那蓉蓉小姐，我们现在开始。OK。蓉蓉小姐愿意成为志远先生的合法妻子，那你也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合法丈夫？伫个病院心脏科主任曹淑仪的证婚，吴志远甲陈蓉蓉正式成为翁仔某。两个人熟识29冬，一直到3冬前，陈蓉蓉因为咽癌接受化疗，伫个照护期间病况一直无稳定。为了替病人来圆梦，因此举办这场的婚礼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